台湾今年已经有57个人完成换心脏的手术，也有200多人伫咧等待换心。主要原因是愿意捐器官而且适合的心脏无济，病院接放弃使用心脏，真侪拢是评估了后，这功能已经变歹的边缘性心脏。今年三种病院透过器官照护系统 OCS， 先把这边缘性心脏功能提升了后，再来做移植，也成做全台湾的头一例。一粒心脏伫咧机器内底，就算已经离开人体，要是继续咧跳。这粒心脏是台湾头一个透过器官照护系统 OCS， 甲功能已经无好的边缘性心脏成功离开捐赠者的身体。经过长时间的运送，佮成功移植的案例，全台湾头一个是由三军总病院执行的。在9月9号当天，其实是前一天的时候呢，我们接到登录中心的通知的时候，这颗心脏因为曾经急救过，入岛急救过，因为功能比较差所以在我们医院的受赠者是排名全台湾的第11名。前面有很多的评估起来是觉得心脏功能不够好，曾经急救过，然后选择放弃。台湾今年到今也有超过280人咧等待换心，上主要是因为糖关症而且适合的心脏无济。三总表示，即摆的心脏是已经 CPR 超过1点钟，功能较无好的边缘性心脏，但是使用器官照护系统 OCS， 通互这粒心脏的功能提升。是把捐赠者的心脏取下来，然后马上接到这个机器上面去，开始供血供氧，那心脏就可以马上跳动回来。经过这 OCS 的调养之后，大概有89%的心脏可以被拿来做移植。三总表示，虽然 OCS 通互心脏离开人体的时间，凭传统方法的4点钟延长到10点钟以上，佮通互功能无好，定互人放弃的边缘性心脏嘛通使用。不过绩效是无俗，而且这台机器敢若通使用一摆，健保是无给付，病患要负担300万左右。但是这摆是由特别计划支出，患者免付钱。三总望伫未来 OCS 通列入健保，互更较侪人通使用。记者温条水台北报道。